大家好，我係背心大師 UR 金屬球棒出現啦！10月1號開抽，一齊趕上歐洲背心快車啦！呢隻金屬球棒呢，你一係唔抽，一係二角，唔使諗噶啦。要夠每次都係文老爹洗卡法，40張精英券抽卡池，呢度千祈唔好抽到 SSR， 搞掂即刻去翻個限時池抽卡。萬試萬靈啊！好耐冇試過保底噶啦，希望大家都可以一樣啦。落咗400張黑券啦，咁我哋慢慢抽，200張搞唔搞得掂先？90抽冇嘢中，繼續去20抽冇嘢中，30抽冇嘢中，40抽有冇？都係冇，50抽有啦。一代金屬球棒，想當年啊，超級彈啊，哇咁快就玩咗6年咯，60抽終於中啦，60抽中一粒進化石啦，70冇，80抽都冇，嚟到90抽都係冇，100抽啦都係冇，110 A 火啦都係冇，120自打嘴巴添，頭先話好耐冇保底都可以嘅，130中多粒進化石，140抽中咗個覺醒石 ，OK 可以喎，肯定啱啱聽到我喺度抱怨啊，距離2角應該仲係差2粒覺醒石，繼續抽埋落去啦，150抽冇嘢中啊，快出去個精英池度洗洗個運氣先，繼續160抽到180睇下咩料先，我哋161抽個單抽，好，跟住170冇嘅，抽到10抽180睇下有冇，冇嘅 ，OK 攞獎勵先 ，OK 180差一粒覺醒石就可以啦，抽多9個單抽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以為會單抽出奇蹟添，諗多咗，出咗棵紫菜出嚟啊！好啦，抽到190，再抽200抽，睇下有冇嘢中，哇，搞掂！200抽玩具奇想 UR 金屬球棒搞掂，快脆覺醒佢，望一望佢個技能先。金屬球棒呢，其實都係大家熱愛嘅角色嚟嘅，佢喺我心目中同臥龍不分上下噶，最緊要佢夠型仔。好，搞掂，輕鬆2角，祝大家都可以搭上歐洲背身快車，輕鬆無需保底抽到金屬球棒2角。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 channel 啦，亦都打開你嘅小鈴鐺，有新片嘅時候就會通知你。下次見，拜拜。